较来，敢会安尼？系啊，就考倒啊。但是即个时阵想要开去要西瓜的路，想讲袂使，安尼迟倒来。三宝甲请起来，有就真正甲念着，袂使外头去买西瓜安怎？也是搁紧诶，来回长面班，入去下晡较内底。安尼敢有简单？安尼用哦，安尼等下甲会当搁食西瓜，搁甲在是做歹代志。啊，敢有迄个做歹代志诶？也是有呢。啊，这但是做歹代志应该是安尼，你若是定定甲用，伊会甲你砍落，伊会洗头诶。各位浅浅就像咧开车，伊会洗头，伊会甲你讲毋通哦，毋通哦，即个气是天堂，即个气是地狱哦。会一直甲你点哦，伊会甲你头前遐哦，咱有看像迄火灾现场哦，无拢咧逃生间拢订足侪物件，啊，害人走袂出来死去有无？无拢即种。咱即摆就是咱的头前就是订足侪，咱的逃生间，咱的学官就是咱这头壳有一个逃生间，逃生间内面咱正订上侪箱仔、杂物、无爱的车，名有诶无诶，订一堆拢伫逃生间内面，啊要安怎？要甲逃生间安怎？继续甲订诶，还是要安怎？各位小姐小姐，要怎么办？放下，清理杂物，没有错啊。你一定爱断舍离，爱断就是放下，啊下出去。迄脚踏车我当初是买遮一个套吼，5、6万箍呢，佮已经囥20年啦，啊拢生鲜啊，但是伊是5万箍呢。敢要遐甲？毋通啦，迄6担、20担就5万箍。虽然拢生鲜啊，恁啊拢破去啊，拢变形啊，毋通啊，但是这是动袂去。嘿，动袂去。是啊。你囥伫遐，伊是会当徛脚踏车，还是破重有啥？你摕去卖无钱哦，加减。你摕去卖，搁加减有钱哦。你一直甲囥伫你的逃生门，才有钱。即只20担的遮仔套，5万箍的遮仔套，就哪像咱啥？咱已经累世、过去世，一直积。即甲即摆，各位先生，你放袂下迄个心内面想要爱，够济。各位先生，你哪会身体健康无？哎呦。你哪会家庭平安无？哎呦。你哪会有富贵万年无？哎呦。搁念着顶难度啦。逐项咱嘛爱，逐项好诶咱啥毋爱？但是好诶拢无咱哦，咱甲看哦。即摆诶犯罪拢是智慧型，你互一个囡仔，你要甲请是拢好诶，互伊，也是爱互伊一点仔磨练，爱有一点仔锻炼。即摆诶人生少啦，拢安尼顾甲像迄一蕊花吼，你袂使互伊去气甲，袂使互伊跋倒。我今天听过呢，不要讲是非，但是真的听过，就是说有一个婆婆帮她的媳妇带小孩，迄媳妇去讲去员工旅游佚佗，迄囡仔叫婆婆讲，婆婆带囡仔去，就是去路行路吼，行回来，即摆就从甲迄个小朋友带去楼顶嘛，伫楼骹煮饭嘛吼，伊是毋是就煮伊的饭啊？等一下尔，到暗头伊煮要熟啊，就警察甲控伊一入来吼，听到遮应该就紧张，警察就来控囡仔是伫楼顶嘛，伊牵一个囡仔，行，迄个囡仔已经离开因兜行过1公里的路，迄个囡仔才5岁嘛是算诚大汉啦，甲因阿嬷摕500箍，伫个钱袋摕500箍，家己摕，讲要去买玩具行1公里，即摆囡仔有晓无？拄仔好，迄个警察甲伊带转来，若拄仔无呢？迄路人安尼车来去呢，结果咧，迄媳妇就来甲因呢，破口大骂。好可怕。煞好安尼，你若婆婆，你会安怎？你敢要搁甲讲？你敢要搁甲讲？大家咧开始笑啦，这时阵，我媳妇敢若袂安尼啦。很多事情是这样哦，有没有遇到这件事？你觉得这个婆婆是刁你的吗？是。是这个囡仔悄悄去做了很多
超年龄像迄大人的代志，会晓去甲阿嬷冰钱袋啊，摕一条500放落袋啊，去开门开出去行1公里，行到迷路。因为啥哪会迷路了知？因为阿嬷讲，我食饭食饱，带你去买玩具。讲阿嬷，我家己去买就好，你免带我去买。重点就安尼。啊，但是或许要讲这个是社会事件啊，就是这个囡仔嘛，无我先讲讲，跟你是社会事件。各位请想大家想哦，你不想发生的事有没有在发生当中？这是你的边仔尔哦，啊，你敢有想过有一天，人讲再回首已是坦年生的时候，死亡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你没有做好准备？各位请想，你敢做好准备啊？敢做好准备啊？这时阵大家一片鸦雀无声，来用点点。我若讲准备好啊，老师是甲我带，要安怎？袂使黑白讲，对不对？各位请想，咱拢爱随时。纵然今麦讲袂出去，但是你心内要有这个认知。你要有这个认知，什么认知？随时我们都有可能时间终了，时间到一日，无人知影定时，但是你一定爱互家己知影。各位先生，今仔来分享要做啥？不出世，咱遇，互咱遇着啦。啊，三宝咱遇嘛，互咱遇着啦。啊，大家地府抽名，天堂挂好，这个代志是无可能。千古修行，咱是万年来无可能嘛，互咱修着嘛，互咱断着。啊，来要安怎？来分享要创啥？哈，来听听，啊，就转来，啊，继续像佫骂，啊，后一条来佫继续来听班，啊，就是佫骂，啊，逐工安尼，啊，逐个安尼，交人家结完事，敢安尼？敢是安尼？爱有目标，爱有像迄囡仔咧做的功课表，爱有一个功课表，爱互家己讲，咱来做啥物货。所以咱嘛是同款哦，因为今天来的比较多，可以有年假哦，有比较多的那个家属来。咱即摆是来做咱的诵经回向，诵一次经典哦，来咱的迄个弥勒正经帮或许发一下一人一份哦。啊，你若会晓背的，咱免背哦，啊，若是还不会的，咱就是把它自己拿一份哦。各位浅显，咱那有定课，固定的功课，比如讲第一厝，你就是念经回向，回向好啥？等下咱去知影回向，这叫做储蓄天堂的财富，还是叫做回天的咱的车票。吼，各位真系，你车票买好啊咧，这个就是咧甲你问哦，啊要安怎买好？咱逐工拢爱有做好，每天要有口说好话，心存好心，然后呢？我们要多行功了愿，就是尽量做好的，会当甲咱的歹也去掉。吼，啊，咱即摆大家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要来做那个了吼，我们就要来开始做那个诵经回向吼。啊，一样吼，诵经回向你看伊个经文的后边吼，有写一个回向。来够吗？够。不够哟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们下次再印多一点哈，然后让大家多一点可以看可以回向哈。来，咱即摆要起头哈，咱就先，我们就念个一次，然后如果你现在没有拿的，你就是手抱额头，然后来，咱的师父坐好来，坐好食。咱坐好食吼，咱今仔要来展现出我们的诚意哈，深圳来，深圳一下。啊，来新正来默念五字真心，先默念3次，先让心来力量3道的五字真经，然后感受一下自己心不要太浮动，来，把它调回你的玄关处，或者是看着你的经文，把心静下来哈。好来，咱今摆开始哦哈，会使来，经过5秒，还有是不是？好来，不好意思。台语、国语都可以，你平常时要念台语，你就念台语；啊，你若是念国语，你就念国语。你莫用别人用，你念咱家己的。哦，诵经回向就是以自己为主哦。好，来哦，预备哦哈。还有吗？好，来哦，我们预备哦，来，科学哈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大家就开始说佛说弥勒救苦经哈，预备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
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不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南关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折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梁弥勒尊，吾皇炽烈地下生，说无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时刻愿将此功德回向念家己的姓名，啊，搁有想要回用吼，念啊念出声就好啊。好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慈尊容，
前开便见慈尊容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在随菩萨下言福。在随菩萨下言福。好，我们跟先来合恭。好，咱其他的微笑吼，来完成吼。咱续落来共款的，咱顶一道嘛，咱甲咱讲，咱来到佛堂，咱就是咧练习吼。我唔爱你摕大张的，我们只要你投什么，你的零钱重点在哪里？养成储蓄的好习惯。要知道，知影你即摆有偌济本钱，你就是爱甲记起来。你要多储蓄，甲歹的写出去，好的累积起来，所以咱即摆咧是，咱的工作人员是甲咱的迄个即个民德真心的卡，咱等于逐工拢爱落甲爱念逐工爱累积，逐工累积。这咱卡拄仔念经诵经这就是一种能量，也是叫做法师法师。咱接下来就是要大家进行，就是把你的贫穷心，把你的平常时你这段时间，对咱顶一档，咱5月是母亲节嘛，甲咱无开班，咱即阵仔的心内，咱的无明的即种，咱的内心的即种散穷的心病的心我把它舍出去。然后累积好的行为，就是咱讲的福田，咱来种福地，甲咱的培养，咱放下执着，放下咱的内心迄种，拄仔讲的20档的迄捷安特该学习放下，学习放下，其实就是在于你坚定的心，你坚持，你定调调，愿意放开的心。所以借着咱的即个财施布施。手入着咱的零钱，甲放好落去，放下迄个动作就是学放下。我们在佛前要有这一个愿力，我愿意嘴开嘴讲好话，所以咱来诵经，对不对？我愿意把手放下来学，莫执着掉的。你即世人若是过了，你的贫，你的啥，你散的即个一直咧对付，你一直咧找钱你叫无钱，你一定爱放下即个执着，因为你愈执着，你的福报就拍落去。所以从零钱每天做起。咱顶一道来讲，我们旁边有福田